大家好，我係心齋。南懷瑾老師，諸葛亮點解能借嚟東風呢？原來立冬嘅時候有個關鍵，陰曆10月啦，係個純陰嘅坤卦，節氣係立冬同埋小雪，天氣冷啦。但係10月唔算最冷，真冷仲係要到下個月。10月陰曆嚟講係立冬，又叫做小陽春，所以每年10月北風喺冷嘅時候一定有幾日，大概係3日，當中係會轉成暖嘅，雖然唔係好似春天咁暖和。呢個係邊一日呢？10月有30日，係初1到初3呢？定係20到23呢？每一年都唔一定。冬天係吹西北風嘅，但係10月小陽春可以喺呢3日當中轉為東南風，東南風一吹就轉暖和啦。諸葛亮借東風就係呢個時候借㗎啦。你核對歷史就曉得周瑜被諸葛亮騙啦。佢騙周瑜會借東風，佢不過係將易經12辟卦學通咗。佢懂得天文，告訴你唔好擔心，等幾日我幫你借。佢算定咗小陽春嘅時候係會吹東南風，佢已經好篤定啦。曹操赤壁之戰敗北之後，返去夜裏關喺房裏邊睇書，忽然跳起嚟大笑。大家問丞相，你50萬大軍打得光光嘅，高興過乜嘢呢？曹操講：我而家弄懂咗易經上邊2句話，先甲3日，後甲3日，先庚3日，後庚3日。呢個配合天干地支，一定係小陽春轉成東南風。曹操雖懂，可係易經冇學精。佢想大概冇呢一回事，10月一定係吹西北風，所以唔怕諸葛亮。諸葛亮比佢了解得透徹，所以呢2個人，一個係碩士班，一個係博士班。擇至我說參同契。亥月係農曆嘅10月，喺卦上為坤卦，係純陰嘅境界。不過10月有個小陽春，陰極則陽生。呢個時候有幾日氣候嘅氣溫係會回升。諸葛亮借東風就係利用呢個氣候啦。曹操當時敢於將戰船合攏起嚟，因為佢識天文，知道氣候嘅變化，將戰船合攏起嚟。唯一嘅缺點係怕火攻，但係自己嘅水上陣地喺長江上游，係西北方嘅位置。東吳嘅戰船喺下游，處於東南，時間正係冬天，吹嘅係西北風。東南能夠用火攻，諸葛亮、周瑜亦知道可以用火攻，可係周瑜愁於冇東南風可以助。於是諸葛亮借東風，呢個完全係諸葛亮玩嘅花樣。東風邊度真係佢借嚟嘅呢？真正嘅原因係諸葛亮懂得易經，知曉天文，喺某一個氣候嘅前3日、後3日係會轉東南風嘅。佢算準咗呢個日子，所以裝模作樣借東風，展開攻勢，打敗咗曹操。曹操失敗之後回到洛陽，翻開易經一睇，不禁哈哈大笑。佢嘅部下感到奇怪，問佢呢個仗敗得如此慘，仲有乜嘢可笑嘅呢？曹操講：我花咗咁大嘅本錢，今日先至讀懂咗呢一段易經，呢個就係10月天嘅氣候變化。所以呢一個圖案一定要熟記，仲有864卦亦一定要背誦得好熟。
將來用起嚟就好方便啦。雜誌《易經集談》坤卦亥月節氣立冬小說，呢個係全陰陽之卦，天地間嘅放射能呢個時候已經全部吸收啦，入地。但係陰極則陽生，所以喺10月立冬後必有小陽春，有一兩日天係會轉東南。當年諸葛亮借東風就係通曉易經氣象嘅道理，知道10月立冬之後西北風一定唔會日日吹，根據氣象嘅推算，有一兩日必會颳起一陣嘅東南風，所以故作玄虛，築壇祭風。反正一日借唔到嘅話，2日3日落去，早晚都可以等到東風㗎。果然俾佢等到啦，大破曹操50萬軍。曹操大敗之後，閉門讀易，研究到周易古卦嘅先甲3日、後甲3日同立冬時正值坤卦當令，其中有一陽來復嘅道理，哈哈大笑，悟出咗東南風嘅道理。50萬大軍嘅損失，先至讀懂咗易經，代價真唔能夠講唔大。雜誌道家密宗同埋東方神秘學，一年養生就從立冬起，補腎養藏精氣。立冬節氣到啦。乜嘢重要嘅事係屬於立冬嘅呢？在《東京夢華錄》記載，上至皇宮禁足，下至民間，都喺立冬節氣之前儲存糧食同埋各種食物，準備過冬。一時路上交通繁忙，車馬駱駝滿載過冬嘅食物，充塞道路，形成咗立冬嘅節景。立冬節氣落喺每一年11月7或者係8日，係黃曆10月節，一年四季嘅四立之一，標誌冬季嘅開始。從天人合一嘅精神意義嚟睇，點樣過冬呢？周髀算經卷下釋義講：四立者，生、長、收、藏之始。指出立冬嘅精神在於閉藏、養藏。立冬嘅意義對應到我哋嘅身體，就係要開始讓身體潛藏、養精蓄銳嘅指標。立冬養生要點同埋禁忌，《黃帝內經素問》告訴人，冬天3個月要閉藏養生，違反嘅話，對生命嘅精氣傷害好大。咁樣要點樣做呢？以下綜合《黃帝內經素問》嘅指引，提供咗一啲參考。第一，生活作息。第一，早臥晚起。《黃帝內經》提醒人，冬天要早就寢，起床要等到陽氣回溫，日光照臨大地嘅時候，充足嘅優質睡眠可以養護身心，修護身心。第二，去寒就溫，小心避寒，保暖身體，唔好暴露體膚於寒風寒氣裏邊，穿戴輕鬆又保暖嘅衣服，更唔好忽略手腳頭部嘅保暖，係圍巾、戴帽子、戴手套、穿暖襪，暖乎乎過好冬。第三，起床保溫，晚間就寢後，起身上廁所嘅時候唔好忽略保暖。晨間醒嚟喺床上，先摩擦雙手，暖暖手，暖暖面，先至落床，飲杯溫開水，等到溫度回溫再出門活動，避免心血管冷縮、心肌梗塞。第二，精神養護。第一，神志內守，少思慮。內經講春夏養陽，秋冬養陰。
冬天補腎氣、養精蓄銳，逆行之則係會損壞生命嘅根本。第二，不勞心勞慮，不擾陽氣。冬天時節不勞心、不勞慮、不動氣，以降低冬天好發嘅心血管、心臟疾病嘅危險。第三，運動同保健。第一，溫和運動，不耗津液。冬天唔做激烈運動，運動以微量出汗為宜，唔好耗失身體嘅津液。進行和暖嘅暖身運動最好，避免競爭性嘅運動，以免造成心理壓力。選擇喺日間運動，運動時曬太陽吸收陽氣為佳。第二，抱腳補腎去寒暖身。中醫師建議抱腳係好好嘅補腎嘅方法，長期抱腳有好好嘅保健效果。抱腳亦稱為足浴。身體容易寒冷感冒嘅人可以日日早上抱，散寒暖身，暖和一整天。具體做法：將腳踝以下抱喺42度左右嘅熱水裏邊，浸泡15分鐘左右。亦可以一邊食早餐一邊抱，即使只係抱3分鐘嘅足浴，持之以恆亦能有唔錯嘅效果。水盆、浴缸都可以浸泡。第四，飲食調養。第一，唔食寒冷食物。冬天嘅時候唔好食用生食寒冷嘅食物，以免傷害陽氣。飲溫水、熱飲可以從體內溫暖身心。第二，進補要適度，體虛先至補。身體唔虛可以食用溫性食物，可治寒，例如雞肉、魚類、合桃、山藥、糯米、栗子、銀杏等等。而且唔好食用過多嘅燥熱食品，以免令到陽氣過度升散，唔符合冬天潛藏陽氣嘅原則。第三，進補因人制宜，唔可以盲從進補。人有男女老幼之別，體質有虛實寒熱之異，進補亦有涼補、平補、溫補或者係小補、大補。所以進補唔可以盲從，而且中醫養生原則：少年重養，中年重調，老年重補，80以上老者從嚴。所以冬令進補必須因人制宜啊。第四，補腎之前先搞懂自己嘅體質。冬季係補腎嘅最佳時節，但係補腎亦要針對腎陽虛或者係腎陰虛不足嘅區別。要進補之前先諮詢中醫師，了解自己體質嘅寒熱虛實，先至唔至於補錯咗或者係補過度，適得其反。第五，善用黑色食物養生。冬天喺五行裏邊屬水屬黑，所以黑色食物溫熱，食材一般嚟講適合冬天養精蓄銳，例如黑芝麻、黑豆、黑棗、黑糯米、黑木耳、香菇、黑刺參。乾貨發泡嘅多帶有藥性。第六，善用溫熱嘅飲品去寒。紅糖水、人參茶、桂圓茶等都係普遍被使用嘅溫熱去寒飲品。第七，善用溫熱嘅調味料暖身養腎。選擇合適嘅溫熱調味料嚟料理食物，好似老薑、大蒜、肉桂、桂皮、玉豆蔻、白豆蔻、胡椒、玉松茸、大茴香、小茴香，仲有龍眼乾、桂圓等等，亦有暖身養腎、養精蓄銳嘅功效。食補養生，從中醫嘅學理講，食物之性有寒熱溫平之分，人體則有陰陽氣血之分，因此想要好好調養身體，就需要選用適合體
體質嘅食物嚟進補。平補食材適合各種體質，好似黑豆、黑芝麻、穀物、鯉魚、雞蛋、烏骨雞、豬肉、深綠色蔬菜。溫補食材適合體質陽虛者，好似黑糯米、黑棗、雞肉、牛肉、核桃、栗子、鮮魚、蝦。涼補食物適合體質陰虛者，好似蓮藕、苦瓜、綠豆、雪梨、鴨肉、合利等等。平補養生食譜，冬天進補食材以黑為主。以下介紹兩個食材嘅平補食補方，適合一般人食用。第一，刺身燉黑豆湯。材料：乾刺身1隻，黑豆50克。做法：第一，乾刺身1隻，浸泡溫水裏邊6至8小時，去掉肚子裏邊嘅沙。第二，將發泡後嘅刺身加入黑豆，慢火燉煮8小時。食法：燉後之後主要飲燉湯，亦可以連參肉一齊食。烏骨雞燉黑豆參須湯。材料：炒黑豆半碗，烏骨雞1隻，參須1小把，枸杞1大斤。做法：將黑豆清洗濾乾，唔好洗得太耐，會讓花青素流失。第二，鍋中唔好放油，黑豆入鍋中火乾炒，中途轉細火慢慢炒香，令到黑豆表面有啲裂痕，即可以撈起備用。唔好炒到黑豆全部裂開，咁樣黑豆係會有焦味。第三，烏骨雞洗淨切塊，出水之後備用。砂鍋裏邊放入適量嘅水，烏骨雞大火煮開，加入黑豆、參須，轉中細火煲湯50分鐘。第四，加入洗淨嘅枸杞，續煮5分鐘就可以熄火，加鹽調味就可以啦。冬天養生飲菟絲子飲係中醫裏邊嘅一味冬天養生嘅飲方，日日飲用輕身明目，延年益壽。養生飲係要用萃取嘅菟絲子。菟絲子飲做法：萃取菟絲子10克，加紅糖適量，用熱水沖泡即可以飲用。就從立冬起做好冬天嘅養生保養，活力迎接來春。多謝收聽，聽日見啦，拜拜。